伫嘉义梅山乡的梅山公园，内底有3000多丛梅花，这几天火势大开，白色的火覆规个公园是看落敢若落雪同款。伫个新正的年假，就请真侪民众来这行踏，欣赏美丽风景。一蕊一蕊白色的梅花开到满山坪，嘉义县梅山乡的梅山公园，即摆梅花常咧开。 真侪民众趁日时天气好来这赏花。听说梅花开得很漂亮啊！今天也就过年放假来这边，第一天来这边走村走村。今天我们来的有慢了几天，那花它是有谢了一点，但是天空很晴朗，我们还是心情很愉快。嘉义县梅山乡的梅山公园内底有3000多丛梅花，为顶礼拜开始就小连续开花，一寡倒来南部的民众就趁围路进前来这行村。 除夕第一天应该交通比较不会那么拥挤，然后早上5点多就出发来嘉义这边赏梅花这样子。梅山乡公所表示，梅花季大约是2-3礼拜，差不多会开到月底。逐天下晡2点到4点，公园内底嘛有音乐演出，附近的交通会有管制，停车位可能会无好找。嘛，请要来看花的民众，唔通乌白停车，影响到交通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